句就嚟聽得多過今天我，因乜搞到舉晒旗？其實即係香港眾志政團有50人遊行到紅棉道泰國駐港總領事館啫嘛。打壓學運交流可恥，泰國政府可恥，Shame on Thai government。冇事冇講都已經成班警察攞晒 cam 招呼佢哋。Shame。要求泰國政府道歉，同埋應承唔再無理拒絕香港人入境。但警察話唔可以強行入私人地方。我們憤怒了！唔係我哋係要上去上面。呢度入唔到㗎，我哋而家呢度冇門。阿 Sir，我哋想睇我哋領事館啊喂！你邊個作家？呢個係警方嘅警告。警咩告啊？而家喺度走。最後領事館揾代表接信，應承會交去曼谷。睇住黃之鋒入唔到境，袁司長尋日都仲去泰國。香港人去外國咧，亦都係要遵守外國嘅法律。我亦都唔相信咧，喺一件咁嘅事情之下咧，係要出動到國與國之間嘅壓力嘅問題。阿土就接受唔到佢嘅手法論，做官就應該要求交代，為香港人據理力爭啊。譚允芝話：如果真係中國施壓先入唔到境，香港政府應該認真處理。教授認為泰國、馬來西亞呢啲東南亞國家唔止經濟，部分軍備、防暴裝備都靠中國。如果中國要唔俾咩人入境，呢啲國家多數都會照做啊。